最新调查显示，东突厥散有100多座维吾尔人的墓地被当地政府移除。维权人士抨击政府的行为是进一步根除维吾尔族人的文化身份认同。美国新疆问题研究专家桑姆说，铲除维吾尔族人的墓地近年来在东突厥散地区十分普遍。他认为，这绝对是根除我们所知的维吾尔文化，用中共批准的文化取而代之的大规模努力。根据卫星照片的对比进行的调查，记者发现有60多座维吾尔人的墓地被移除，绝大多数发生在过去的2年中。和田市中心拥有1000多年历史的苏尔丹墓院，2019年4月被夷为平地，现在似乎变成了停车场。当地政府对此的解释是为了促进市政建设。2020年4月1日，中国常驻联合国公使姜瑞被任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小组成员，任期至2021年3月31日。他将在挑选、任命联合国不同机构的人权调查员方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中国在人权方面的恶劣记录，而且中国正因有计划地掩盖武汉病毒大流行遭到各方尖锐批评，主要来自中欧和东欧的82个国际组织和协会提交了一封联署请愿书，要求取消对中国代表的任命。这份请愿书已提交给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和联合国大会第3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安·布劳恩先生。这份请愿书的联署人绝大多数是藏人和支持西藏的组织。请愿书明确对海外的藏侨表示特别关切，同时也明确表示，提名中国进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小组让很多人心寒，包括中国维权人士、维吾尔人、内蒙古人以及香港亲民主人士。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同胞争取基本权利，触及到了中国政府的一己私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于当地时间周三再次督促中国让全球的科学家和专家访问其位于武汉的病毒实验室。蓬佩奥说，世界需要了解冠状病毒是如何在武汉爆发，让信息透明是北京方面的义务。蓬佩奥上周说，美国坚信中国没有及时报告疫情，之后又掩盖了武汉病毒引起的呼吸道疾病的危险性。蓬佩奥在一次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仍然没有被允许访问，全球的科学家和专家未被允许访问中国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我们不知道这种病毒的确切来源。他表示，美国对中国实验室安全的担忧仍然存在。澳大利亚政府积极推动中国病毒起源的独立调查，但中共对此发出警告，并以经济利益威胁，引发欧方反弹。周三，欧洲总理莫里森重申，欧方拒绝中共的经济威胁，将继续推动独立调查。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说，澳大利亚将继续进行合情合理的调查，以便吸取教训，防止疫情再次发生。莫里森强调，调查符合全球利益，并非针对某个国家或地区。上周，欧洲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对武汉病毒起源进行独立调查，并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各成员国都来支持。中国驻欧大使馆程敬业接受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采访时，威胁将停止进口欧洲产品、旅行及留学等。武汉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美国与中国的病毒起源争论升级。美国媒体引述美国官方消息指，特朗普政府已下令中央情报局 CIA 等3大情报机关彻底调查拦载到的联通记录、卫星影像及其他资料，分析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是否在初期隐瞒疫情。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一名知情官员说，白宫上周已经搜集初期疫情资讯的特派任务派给国家安全局 NSA 和国防情报局 DIA。根据新旧官员说法，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也接受类似的指示。